大家好，喺12月5號出席咗賈思樂 Happy Together Again 2026演唱會嘅記者招待會，除咗夏妙然之外呢，仲有好多佢嘅朋友呢都嚟支持佢，包括咗有黃日華啦、苗僑偉、釋美珍、陳法蓉啦，仲有就係詹瑞文同埋吳麗珠，同埋呢中年好聲音嘅顏米高、黃渤啦。咁啊，仲有向海嵐啦，仲有何高俊啦。呢一日嘅演唱會咁多好朋友嚟到呢，賈思樂亦都係公布咗所有嘅門票收入呢，就會係捐助俾宏福流火災嘅朋友嘅。你見我揸住呢個白色心形嘅氣球呢，我係想代表我嘅心意，我係想散發我嘅愛同我嘅支持俾所有啲死難者佢哋嘅家人、啲消防人員同埋啲醫護人士，因為佢呢個時間係真係好需要到我哋嘅支持同埋我哋嘅愛。因為咧尊重翻嗰個知識產權啦，同埋個版權嘅問題，所以咧就喺我平台上面嘅所有音樂咧，基本上咧都唔會播放出嚟嘅。咁所以呢一段咧唱歌部分都只係會喺我嘅可能 IG 嘅 Reels 啦，或者 Story 裏面咧係聽到睇到。咁所以喺 YouTube 呢度咧就都講下啦。其實今次嚟講咧，賈思樂嘅另一個嘅演唱會咧就會喺2月15號啦。今次咧所有嘅收益咧係會不計支出不計支出全數咧係會捐出嚟俾宏福院嘅災民。覺得呢件事係好有意思啦，同埋我哋係好唔開心，我相信全香港嘅朋友都係非常之唔開心。但係呢件事冇辦法，好無奈發生咗。我哋可以做咩呢？我哋就可以用我哋嘅能力去幫助佢哋。無論我係一個咩範疇，你係一個醫生，你係一個護士，你係一個義工，你係一個社工，你係一個愛護動物者等等啦。即係我哋用我哋嘅方法去支援佢哋。咁賈思樂亦都咁願意喺2月中有佢嘅演唱會，就將呢一件事變為一個全數捐款嘅一個慈善演唱會。咁係非常非常之支持佢嘅。的而且確咧，做嗰一場啦，係有好多朋友啦，同埋啲 fans 咧係冇機會去買飛去睇嘅。咁為咗我想，真係滿足佢哋嘅一個心啦，咁我就好艱苦地咧，終於都揾到 Elizabeth Taylor 佢呢一場咧係做過一場嘅演唱會嘅。但係咧，我想喺呢一度咧講少少話，今次呢一個演唱會雖然話就話 Happy Together Again， 但係我又覺得真係唔係值得好 happy， 因為大家頭先講過呢個火災呢個問題。不過我覺得今次我呢個演唱會咧，我覺得我會做得特別有意義。今次呢個主題咧係會落多啲龍。散發愛呢一樣嘢，所以今次我都會好刻意咧，係唱多啲有愛意嘅歌俾觀眾聽。其實覺得而家香港係充滿咗好多愛，包括你頭先咁樣講，我將嘅即係同埋你哋嘅朋友們啊，如果有真門票咧，都會捐去幫助災後嘅即係居民。咁我覺得真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咁希望佢哋慢慢度過，同埋希望香港人大家都互助啦。大家繼續振作，前路好長。大家亦都為消防員、為我哋香港嘅市民，仲有工人姐姐、地盤巨人、地盤嘅工人。希望我哋更加堅強，堅持落去，盡快恢復翻佢哋嘅正常生活。其實大家嘅心情呢個禮拜都比較沉重嘅，咁我哋依然要堅持我哋嘅生活啦，去面對嘅將來啦。我想喺度咧同宏福院嘅所有災民講。你哋唔會孤單，因為我哋香港每一個香港人都會陪伴你哋走呢一條路，走向更好嘅未來。希望大家香港人繼續努力，繼續發揮大家嘅愛心，
善心。 Thank you， 黃日華 ，Thank you。咁希望就係大家可以攜手一齊去多啲嘅愛，多啲嘅包容，一齊去行呢一條好艱難嘅路。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好想大家同樣喺用悲傷去哀悼嘅時候咧，亦都要好關注自己嘅，因為我覺得咧心靈嘅健康、心理嘅健康咧，其實可以亦都幫助大家可以繼續往前行。所以 Louis 而家做呢一個嘅音樂會，我覺得好重要，因為音樂藝術咧，其實係一個對人嘅療癒非常之重要。嚟緊2026年2月15號喺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This is the content about the charity concert of Louis Castro. This concert will be held on the 15th of February 2026.